筑梦国际创办人许先生，因为本身从事营建业，平时对着工地安全就相当的注重。尤其看到即届风灾，真侪校园受损严重，加上学生就要来开学，因此透过议员王宣茂的媒合，特别关注新营区61间学校安全的绿体，一方面帮助学校来修复复原，同时嘛用个兼顾使用上的安全。整个安全上，我相信是非常的足够的，又获得了这么多的发明奖啊，所以我跟学长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捐赠，然后呢来到我们西北的各个学校，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梯子，不会倒的那一种。那今天特别这个梅和他的学长我们施董事长筑梦国际在地的一个企业，那他捐赠我们大兴园区那61所的学校一个工作梯那当然工作梯对学校来讲也是必要的一个设施那个应该算设备。那因为有时候呢在学校校园学校的同仁也会做一些这个高处的作业那这个梯子相对来讲也应该是要安全的。那所以我们施董事长呢，他用他的智慧那么发明拿到德国的这个专利的这个发明的工作梯，我想他就想到我们学校在受灾之后，应该也有一些高处作业的一个需求，所以他就二话不说就捐赠我们61所的学校，那么一校呢一座那如果不够的话再找他了观众仪式选伫许先生的母校南新国中来举行，包括市府教育局长郑成辉、南新国中的校长、教职员以及受情的学校嘛有代表出席。现场市府教育局长嘛特别来颁证感谢状，感谢筑梦国际的善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